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做官无利印，做生理无利亲。这个意思是讲，食什么款的头路，做什么款的工课，相关的家事拢会早伫身躯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衾，读字音衾第3条。衾就是磅重的器具，咱讲是衾啊。古早特别讲是衾无超过20斤重的家私才叫做衾。若是较大机的，爱2个人扛的大衾，有的地头讲是牛啊。另外，衾做动词代表是用衾啊来称重量，咱讲是称重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平，某人读做平，像讲天平的子或做平子，若天平的碗或做平碗，某人讲是碗啊。另外，称重有人讲是冰重，用磅啊来称重或做是磅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好称头，这意思是讲做生意人无老实，甲人偷斤减两，占人客便宜，某人讲是食称头。第2个词读做轻称，意思是讲物件称起来特别轻，一般会讲看起来袂细，也毋过重量较轻的物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做生意无老实，卖香菇明明就足轻称，却甲人好称头，偷斤减两，当场互人掠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衾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平，嘛有的地头读做平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